Hello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大卫。今天要来讲的主题是拉筋。首先，我要开始讲为什么要拉筋，讲有哪些拉筋方法，跟最有效的拉筋方法，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。为什么要拉筋？拉筋除了刺激正常的组织排列，最主要来是增加或找回你原本关节可以活动的范围。会失去关节可以活动范围有很多种原因不管是我肌肉适应性的缩短。像是手术后受伤后，我不常用这条肌肉，它就会慢慢缩短，或是我关节本身的空间减少，或是任何跨过关节之间的人体组织慢慢缩短，这些种种的原因都可以造成你的活动范围受限。原因从生活作息习惯、姿势、肌肉之间的不平衡，没有在运动，没有在活动，受伤后、手术后，都会造成你活动范围的受限制。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大家没办法不弯你的膝盖，就用你的手指摸到你的脚趾头。所以我到底需不需要拉筋？我要分为3群来讲。那我第一个当然是普罗大众，这些比较没有在运动的。如果你本身的关节的活动范围是可食用的活动范围，那你没有这个必要去真的要去拉筋。当然，拉筋有它的好处，可以避免以后的伤害。举例来说，这是我的踝关节，我踝关节向上的角度，正常人差不多为30度，但是我只需要15度，我的步态，我的走路就很正常了。有研究在看美国新兵入伍的时候，他们踝关节向上的角度比同期的人还要少的话，我比较有高的可能性，我脚底会发炎，或是上面的骨头会有发线状的裂缝。排球运动员当中有髌骨肌腱炎，或是跳跃者膝，他们发现他们的踝关节向上比那些没有症状的人少了平均5度。就是想象一下，就是你跳起来的时候，当你着地的时候，你的踝关节的角度需要吸收你跳起来打到地上的量。如果这个角度少了，那我需要其他的，不管是膝盖还是我这里的筋去吸收我着地的冲击力。再来是第2组这一群人已经很柔软了，有非常多的女性都是属于这一群，而是她们的雌性荷尔蒙、她们的韧带或是筋都是比较柔软的。过度的拉筋的话，会造成以后不管是关节炎或是惯性的脱臼，尤其是如果你拉筋的时候会痛，就是一个 big no。再来是第3组运动员，对于最全能来说，他们的灵活度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在他们个人的训练方案里面加入个人化的拉筋运动，对他们的整体表现是有正向的影响。拉筋大概分为3种，第一种是静态的拉筋，叫做 static stretching， 是在一定的时间把我的人体组织推到有阻力的地方，然后在这里维持一定的时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文献当中，他们所看，如果我是在急需要测我这个肌肉的极限的时候，比如说比赛前，我去做这种静态的拉筋，是会降低我整体的表现的。不管是你看力量、爆发力、肌耐力，整体的表现都会下降。尤其是我拉大于1分钟，我这些结果更明显。并不要把这个跟我前面提到的，对于运动员来说，如果我有规划性的拉筋，增加我关节的活动范围，这是可以增加我整体的表现的，不是我运动前心血来潮，我决定拉一下筋，这是有反效果。再来是第2种，是用弹力在末端幅度的拉筋，叫做 ballistic stretching。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高速高力、迅速的动作，达到于拉到组织的方法，像是这样子。第3种叫做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术，就连英文的名字也很长，叫做 proprioceptive neuromuscular facilitation， 简称 PNF。这个方法背后的原因还不是很了解，但是普遍上认为是利用神经对于肌肉有抑制性的性质，让它增加我肌肉的延展性。比如说我在收缩我的二头肌的时候，我是有神经通到我的3头肌，减少它的收缩力，所以我还可以收缩我的二头肌。有任何互相抵制的肌肉，基本上都可以用同样的概念。比如说我要拉我的二头肌，我会先收缩我的3头肌，这样子我会有反射性的神经去抑制我的二头肌，所以我就可以得到更好的延展性，得到于拉筋的效果。但是在文献里面很难去比较我 PNF 跟其他的拉筋方法，其实有很多种，不只是收缩放松这样子，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。在文献中没有哪一个 PNF 方法是最好的。这样比较下来，3个当中最安全跟最有效的是第1个 static stretching， 因为我第2个需要利用到高速高力，对于刚手术完后或是年长的人，这方法其实不是那么的安全。然后第3种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在文献当中不是很确定它到底有没有比较好，或是比较不好，所以我拉筋要拉多久？在文献当中去探讨时间总量，比如说我到底要拉6次10秒，还是拉2次30秒？他们所得到的结果是这2者的差异微乎其微。
所以你如果1个礼拜有拉筋，但你有拉到60秒，总共60秒的话，那都是有帮助的。然后不要比赛前的时候心血来潮决定来个静态拉筋，增加你的关节可活动范围。今天的总结就是拉筋方法有很多种，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拉筋。那如果你想要拉筋的话，选静态拉筋，简单又有效，1个礼拜至少拉个2次，每次1分钟以上。比赛前不要去拉筋，就正常的暖身就可以了。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。